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月30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市出现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本土病例，70多岁查甫人因为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不幸死亡。台中有一位30岁的妈妈，那像因为情绪不稳定，甲3岁甲7岁后生饲药啊，送病院了，也是救无回来。林焕英南北党团搁一届阻挡今年度的总预算案，会期结束也未交付委员会，创下宪政史上头一个。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的本土病例，是一个住伫台北市大安区70多岁的查甫人，伊因为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不幸死亡。市府已经派人到伊徛家附近消毒，防止主要的传染来源鸟鼠搁再四界传出去。环保局来到卡井个案徛家附近，针对半径200公尺内做消毒导游甲灭鼠，伫现场也确实看到鸟车出入。北市卫生局公布今年第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本土确定病例，是一名北部70多岁男性，有慢性病史，无国外旅游史，1月初出现下窜发烧，为长到顶症状去急诊，过长工，症状加重，过去看病，诊伫家护病房。1月13不幸因为败血症并发多重器官衰竭过身，经过通报检验确诊汉他病毒症候群。因为个案主要活动地是徛家，家属也表示，厝内有鸟车活动加分食，环保局已经第3站完成4科会的清消作业。卫生局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做好防暑。如果有发烧、头痛或身体不舒服，请赶快就医，也记得跟医师说明接触史。北市卫生局也伫2次针对个案带做伙家庭做采检，血清检验是阴性无感染。个案徛家4科会鸟鼠检验是阳性。疾管署表示，汉他病毒症候群是人口共同传染病，伫自然界的传播宿主是鸟鼠类等动物。人若输掉也是接触携带有汉他病毒的鸟鼠类排泄物也是分泌物，或者是家跌伤，都有感染的风险。汉他病毒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会导致全身出血、肾脏衰竭、高烧不退、头痛、全身酸痛等症状。这种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哪边，其实只要人多的地方有养到老鼠的话，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清扫的时候，如果有看到鼠迹，不要立刻去清，一定要戴口罩，然后用稀释的漂白水泼洒在那上面。大概经过30分消毒之后，才去清理。疾管署呼吁，就是无要互鸟车来，无要互鸟车大，无要互鸟车食，是预防汉他病毒上有效的方法。一定要注意环境中鸟车可能入侵的路线，尤其防火巷排水设施，甲10部队拢是鸟车族群活动的所在，一定要加强环境清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透早，台中有一位30岁的妈妈，那像是因为情绪无稳定，甲3岁甲7岁后生饲药啊，2个囡仔全失去意识，送病院了也是救无回来。警方已经甲这位妈妈带回去做笔录，要厘清伊的动机。敢是去翕到查某人将昏去的囡仔送上救护车，也毋过也是无法度挽回危险的代志发生。警消协报了后，也赶去事发现场。我来这边，我来这边，我过去，走，对，上去了。警消将妇人人刷到坦克顶，随即救护送医。台中市这名30岁姓陈妇人人有2个细汉的后生，分别只有7岁甲3岁。30日透早亲像互因吞不明的药物，造成2个囡仔伫厝内失去生命现象。虽然朋友赶去现场报警，也毋过也是无法度挽回这2个囡仔的生命。一个小朋友吞下体哦，不省人事啊！了就送救护车来，了搁冲起哩，了搁第3个大人嘛是安尼，不行啊！小孩子伊的囡仔的迄个脏器的迄个成熟度无高，所以食这款特殊的药物会造成死亡机会很大。警方初步了解，姓陈的妇人人目前甲男朋友住伫西区一栋社区大楼。伊7岁甲3岁后生分别是甲前翁现任的男朋友所生。案发之前有向亲戚朋友表示情绪低，会等待进一步制作笔录了后了解动机。市长罗秀燕表示，会请社工进一步了解背景。检调也在侦办当中。那同时呢，未经指示我们的社会局呢，要介入协助家属。我开口之后，我要面对什么？我开口之后，我小孩会被带走吗？我开口之后，大家会说我很糟吗？我能不能开口？所以有一些人选择非正式的支持管道嘛。我的朋友好像比较不会对我有一些评价。
监管基金会表示，不少个案往往因为家庭关系无稳，甲各种压力叠加，造成心理健康也出现风险。虽然政府有相关机制甲社区联防会当协助，但往往因为个案唔知安怎求助，延误时机。除了呼吁个案积极求助，当地里长甲亲戚朋友若发现个样，也爱赶紧通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昨暗发生车祸，因为一个10岁的查甫囡仔，伊耍厨房的时跌倒，结果在厨房全冲去车路，造成2台乌托邦闪袂赴拢做伙。虽然事当时这囡仔的爸母拢无伫咧现场，不过也是爱负相关的法律责任。穿蓝色顶冠衫、厨房的10岁查甫囡仔大出去顶下卡人行道就摔倒，厨房顺势冲向大路。经过第一台机车虽然紧急达档啊成功，也毋过后边2名起死，都无将两幸运闪被互动做伙，压扫掉路边的机车。当时有一台滑板车滑出来，让我急刹，但是后面闪避不及，往我旁边插过去。今天因为他跟弟弟2个人，可能在这边，我是因为我不在场，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平常有没有在玩。厨房冰倒伫路上，代志发生伫30半暝啊。高雄南马溪新南路段，家长表示，迄当时无在场，无确定实际状况。救护人员协报到场检查详细事故，有2名起诉遇到闪救护车发生烧路。24岁吴男及32岁庄女闪避不及，发生碰撞，林男、江男及吴男受伤，经送医无大碍，驾驶经检测皆无酒精反应。造成交通事故，如果有刑事责任，家长是不需要负连带责任的。但是如果因而造成他人的损害，就民事责任而言，家长必须负连带赔偿责任。至于警方所开立的交通罚单，家长必须负连带缴纳的责任。30岁登高代志发生的路段部分弄害机车也伫现场，一个厨房造成几啊台车连环车祸，互查甫囡仔甲家长料想未到，律师解释，因为查甫囡仔未成年，若确定有责任，家长爱负相关法律责任。警方表示，详细出代志的原因，有关需要调查了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立法院会期最后一摆议会，南北党团阁一届以人数优势阻挡今年度的总预算案，阁有各项特别条例。会期结束，不过这总预算案却也未交付委员会，这嘛创下宪政史上的头一个。会议在此呼吁朝野为了国家的发展，仍应持续以对话取代对抗，用沟通化解歧见。会期最后一摆议会，法案清仓，立法院长韩国瑜最后向调查立委发声，因为伊往例上诉会期是预算会期，也毋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煞也未付委审查，创宪政史上头一个，就令南北提出关系780邮寄电贴顶38项先行计划预算先行动议案，也因为调查双方无共识，无法度赶伫最后一日交付表决。大家都当过学生了，交作业就有一定的期限，你不可能这个学期的作业没有交，下个学期再来补交。我想任何的教授应当就把这种坏学生当了，而且是死当了。对于总预算那么在乎，为什么今天军人加薪、警消退保这些合法预算不编？动资、TPASS、生育津贴这38项民生的计划，结果他们又不同意，投反对票。在野党对于总预算案无愿意规保放行，而且补办行政院无变的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军人加薪甲警校退休金预算。另外，立法院复委民众党办的各项特别条例，正议版本所有案行动，无法度同齐审查。总统赖清德表示，这是用较无专业的版本再次侵犯行政权。若必须回应，爱赖总统到立法院各种报告。特别条例在民主宪政国家是属于国会的立法权。我们在特别条例里面授权行政部门编特别条例的每一个品项，都是台湾的国防部向美方提出要求，而美方的国务院在战争部的同意之下，已经公告愿意卖给台湾的品项。难不成卓荣泰院长是在批评当初他自己辖下的国防部向美方所提出来的需求是东拼西凑吗？另外，也接期行政院办的特别条例加上验收甲维修爱4.5条，国防部也澄清不是事实，强调是18年到底1.25条预算为上限，以武器装备专收期。本分析维持费用随使用时间增加来升悬。对于传统武器也是精准弹药等无共系统的验收，也是维修费用，也采取无共的编制基准。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会将3读通过主体法修正案，规定上无爱有2成的社会主体，说互新婚2年内或者是囡仔也未成年的家庭。另外，阁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体申请平台，嘛要定期来公布税厝市场、特平租金的行情。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8位，赞成10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全票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也行一条，立法院3读通过主体法部分条文修正案，重点包含规定社体应该提供至少20%税予新婚2年内，或者是有未成年囡仔家庭，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体申请登记平台，而且定期公布主体市场每平税金等等。婚育宅这个大的政策方向，我是支持的，而且我也觉得符合蛮多国家在做的国际趋势。我觉得关键不是这个比例20%的事情，关键是我们的存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社会住宅。那我会觉得现在比较大的挑战是说，特别是中央还有没有要继续的在持续的推动社会住宅。今下主体法规定，社体应该至少提供40%以上比率税予经济或者是社会弱势人。这摆修法正定应该提供至少10%的分属体。培养看社会，这摆修法为基础政治，搁一摆下出重要一步。后续会要求中央甲六都继续起主体。社宅建置统一的登记平台，可以大幅度的节省民众的申办时间，以及提升申办的效率。不过呢，平台上可能也要同时揭露各个县市申办的门槛以及条件，以免民众呢产生误解而出现争议。3读条文也明定，为确保民众及时掌握全国社体就租等相关的资讯，内政部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申请登记平台，搁定期统计分析，搁将户数需求、房型配比甲所需要公共设施，作为将来拟定社体兴办计划依据。内政部表示，公布每平租金计算部分，爱甲相关专家学者、工会团体甲县市政府建议申请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大家加运动，政府推出500块运动币，限量60万份，只要满16岁就会使去登记参加抽签。为今仔日开始，一直到2月初8，全面开放登记，按算2月12就会公布抽签的结果。为落实全民运动的政策目标，运动部将青春动资券转型做运动币。南湾16岁国民拢自家登记限量60万份，每份500块的运动币。2月开始，先用身份证上尾后尾分流登记，31开始全面开放登记。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点点的鼓励，能够去引导我们的民众多做健康的行为，因为健康行为的调整跟改变，才是促进长久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运动币除了用做运动、看比赛，还可用买装备的用途。相关用只用200块买运动衫甲用品。民众普遍认为运动币是好的政策，也可希望竞标能够增加。被告知说有这个可以去申请，我会再去跟别人讲，可以宣传一下。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多，我说金额上面，所以就觉得还好。有，但是因为它是针对像国民运动中心。所以我是直接月费健身房，所以就帮助就比较少。对运彩协会呼吁，运动币应该将运动彩券也纳入使用范围内底。运动部强调，运动币是为鼓励国民运动，引导民众加做健康的行为。买运动装备也应刺激类似，所以不将运彩纳入使用的范围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公布上新一批已经过身的牵涉性犯罪好野人爱普斯坦的相关文件，这是历来上大规模的一摆，嘛是最后一摆。不过，也是有议员质疑讲，这司法部无把所有的档案拢公开。美国司法部8月公布新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已经过身性犯罪者好野人爱普斯坦的相关文件。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在记者会表示，这按照2025年爱普斯坦档案透明化和释出内容，包含300多万页文件、2000部影片、甲18万张影像，甲进前同款档案内底有大量信息被抹黑。
司法部解释，因为内底有受害者和主角联邦调查中的案件资讯，不但是强调被恐怖进行监督，司法部也无利用审查去保护总统川普。To protect victims, we redacted every woman depicted in any image or video, with the exception of Ms. Maxwell. 这摆公开也代表美国司法部根据2005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所做的文件变析，甲审查流程正式结束，所以其只存对国会最后报告。不过参议少数党领袖苏默已经提出对内容的质疑。DOJ numbers keep changing. They say they collected 6 million pages, but they're only releasing 3. What happened to the other 3 million? 川普虽然无因为这案件被指控有任何不法，不过伊早伫2014年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就承诺要公开这档案。做总统了，煞揪起来，甚至是要阻止，将后民主共和两种国会议员联手推动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逼政府释出文件。The Bannon connection is fascinating because it shows that Epstein's reach was phenomenal. I mean, whether it was people like Woody Allen or Bill Clinton, Steve Bannon, Donald Trump, Epstein was at the center of a lot of circles, a lot of concentric circles, and that was the American elite of politics, finance, entertainment, society. 爱普斯坦档案亲像楚门的世界，拍开美国正常情形伫权力、金钱、甲性犯罪内底纠缠的真相。就算最后一批大量资料公开，依然留真侪疑问，但后续的追踪，公司新闻红图每变形。镜头转来到咱国内，宜兰燕山乡的七贤村，便若拄着风台就会做大水。县府开2亿5千多万，要设抽水站来加强排水，按说明年底就会完工。家具拢浸水，厝内乱糟糟。宜兰燕山乡七贤村当地溪洲排水附近，因为地势较低，若拄着风台甚至就发生淹水问题，互地方是真艰苦。抽水站工程完成动土仪式，宜兰县政府开2亿5800万伫溪洲排水出水口设抽水站，完工了后每秒用排放差不多12吨的水到南洋溪内底，31吨工了后，按算明年底用完工启用。大家会惊啊！因做谁个？谢谢，感谢。因做谁个是无因着厝的啦，不过都安足危险的啊。哎啊，大水来就真烦恼啊。当地居民伫平台号召之下参加抽水站动土仪式，希望工程早日完工，互居民免伫为风台来感觉烦恼。不过伫工程完工进前，相关防灾准备要安怎处理，民众也是真关心，希望能尽量避免灾害发生。希望说我们那个福州的抽水站能够赶快完工，然后让我们的居民不要再担心受怕。我们的移动式抽水机目前也都是常驻在这边，那我们提早的来做抽水。县政府表示，抽水站完工进前，当地信期进行的防灾整备拢会照以前，比如放移动式抽水机甲提早排水增加溪洲排水用水量等，这类型防灾整备去年风台期间已经证明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200多年历史的县城古迹中华南窑宫第1期的修复工程已经完成啊！庙方今仔日举办立会安坐大典，除了到市区了境祈福，阁有邀请中山宫的知府千岁来大地里开庙门，现场是热烈滚滚。信众大声欢呼，恭请中华南庙宫开基3马一标。县城古迹中华南庙宫因为年久过深，伫2023年6月进行修复工程。目前第1期工程已经完成，伫拜六举办集会安坐大典，侪侪乡亲信徒随家护送妈祖众神回宫，场面热烈滚滚。有足欢喜无？有，等足久的，真期待。妈祖经本来就是咱的母亲嘛。甲咱保庇啊，求平安嘛，真欢喜心嘛。有288年历史的中华南庙宫，因为插头建筑有白瓦、中脊、壁倒等等拢有损害，经过2年外的修复，伫顶个月验收通过，特别选伫31这天举办集会安坐大典，早起先伫彰化市区了境祈福。庙方阁特别邀请中山宫的知府王爷来开庙门，大地里重现历史画面。以前就是要起庙的时阵，就叫咱这个番社中山宫王爷来遮定地理，有够无精的迄个地理迄个方位，所以到即马已经将近要300年，咱足兴旺的。咱最信众
咱十马会吼，咱会见绕境啊，绕中华城4个城门，绕境求安。中华市公所表示，南寮宫目前嘛正在进行第2期修复工程的调查，主要会针对过新林、老人河顶大树的彩绘、泥塑甲剪黏的假品进行研究，打算2年内完成研究作业，所落来嘛会争取经费，针对庙殿牌楼的彩绘进行修复。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中华丰原乡有一群少年的都市，引用着时在地友善种植的食材来做生态料理，佮亲身去拜访农渔民，了解食材的成长过程，甲这块土地故事，佮有守护环境的观念，拢透过食食来记录，互更较侪人会当了解感受。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大家做伙来食一喙台湾的滋味。食谱参考，但是做料理是非常随机应变的，就像大自然一样，可以去。这场餐会是中华丰原乡公所举办的，邀请生态都市来料理友善环境的食物，希望透过食食，让在地居民了解故乡环境面临的问题，也有因当咧做的守护生态行动。今仔有一个农场主办的100人的餐会。啊，使用是咱的丰原友善的食材，用去做料理，弄食，来互大家形成连结安尼。这个生菜沙拉，内底阁有青菜，也有水果，阁用咱丰原的食材来做的安尼，真正足无共的，长到这么大，头一摆食到这尔啊无共款的安尼。大同尾同款嘛是生态都市，伊会去咱地甲渔民做伙乌赤水啊，亲身感受环境的变化。伊的每一出料理，拢记录土地甲海洋的分野。以前来遮丰原啊、王景拢是食蚵仔，啊，今年吼就讲无蚵仔拢无啊。当地的居民啊，给他发展另外一个，互因用咧生活的经济来源。啊，黄大哥就是掠这种赤水啊。对生态都市来讲，料理毋是干那追求好滋味，嘛是一种传达土地甲生态的方法。为山拿、海洋到饭岛啊，因互每一出菜拢讲出这块土地故事，嘛提醒大家珍惜资源，互生活甲环境会当找到平衡甲永续。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杜拜巧克力豆真受欢迎，不过因为气候变迁，造成可可啊等原料的产量减少。原本这杜拜巧克力豆价钱就较悬啊，即阵恐惊是会变搁较贵。大量的笑豆含入去巧克力豆当中，这就是融合西方巧克力豆甲阿拉伯治疗精华的杜拜巧克力豆。伊的鸭真丰富，因为安尼伫社群媒体唱假掠袂掉。不过杜拜的巧克力豆核心的原料笑豆，因为天气无啥理想，来大欠。地区笑豆的计数，伫一年内就增加超过1/3，而且可可豆仔的主要产区，亲像是非洲西部的春季海岸甲加纳，也因为收成无好，地区可可的计数继续增加，互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巧克力豆工厂面对起价压力。We know there's multipl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increase of cocoa prices. Yeah? We see diseases, that's all climate change related.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eing an increase of demand.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本身就是高消费的国家，佮加上杜拜的巧克力豆，著名讲是手工制作，所以伊的价格原底就比一般的巧克力豆佮较悬。另外一种杜拜真受欢迎的伴手，是以特别的绿豆奶制作的巧克力豆，食起来淡薄仔咸咸，有的佮会含中东地区常常用的香料，也是椰子。虽然去年全球可可豆仔的价格有小看半，但是除了供应量无确定。个巧克力豆的制造商为着要消化关价的库存，来补成本等等的因素，致使巧克力豆的价格无对咧大半。巧克力豆的工厂表示，因为气候变迁，未来可可豆仔的价格可能会起到甲咖啡豆同款。高市新闻新路陪朋友。新闻的最后，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先来看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过来是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的部分是为19度到27度。东部地区为19度到25度。外岛地区是10度到20度。
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